今仔讲到国民党的侯友宜，今仔是去到高雄造势，甲王金平食一个早顿会，才煞落去参加挺侯的团结大会。其中向问到讲过算过，无就会向甲你拼拼，这个话敢是咧考试郭台铭？侯友宜是直接批评，讲这分明就是民进党挑工要甲做恶的后补。全来打！国民党！国民党！国民党！全来打！全来打！全来打！合体化口号展现团结的气势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3早起到高雄市东部，加前立法院长王金平，当届国民立委参选人早餐会，先要出席伫高雄的头一场造势。高雄挺侯团结大会来由南部选情，被问到变讲，侯友宜讲民进党用三股奥波来抹黑造谣。最主要我在讲过去，我是用性命来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。民进党真正拢选举后部，抹黑造谣不断。侯友宜更加批评台南800庆案是因为光电的备案，那当选一定甲光电的备案一件一件查清楚。另外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昨日暗时伫 YouTube 发布影片，号召全民打击诈骗。伊批评县政府甲特别预算常态化，达到收支平衡的假象。他把支出切一大块挪去特别预算，然后特别预算不算预算，这样就收入比支出多了，所以去年就给每个人发给你6000块，所以这就是作假账。另外，民进党民意代表批评，伫做台北市长期间为着经济，选用教育基金、接运重点基金。郭文铁讲，是因为文行的利息较悬，接运基金的利息较低，中间有利息差。不过对台北市政府来讲，本来是欠银行，正是欠重点基金，所以讲重点基金并无减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